好，分享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權阿權妹，大家有看到我順風有一個叫嘅，冇錯。今日喺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小記也同各位有相關的主題。大家對各位嘅印象當中係乜嘅？可能啲我成長嘅環境，我都冇啲太嘅，我嘅環境，我嘅鄰舍就會說，有各位就係咧中門嘅感覺，一種看門狗，一種安心的感覺，是一種好夥伴。唔過對於到街路巷啊，亦係講乜嘅河濱公園啊，你會看到一條流浪狗，大家看到流浪狗就會知道，哎呀，當地人講，佢會來咬眼毛，哎呦，佢驚險呢，會不會等一下就過來了？就會有一些些嘅講講。唔過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其實一條狗誒，一條都有佢自家嘅心結。我點樣辦同一條來相處好？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嘅團隊係新埔犬嘅教練鍾浩宇教練分享。大家好，我是鍾浩宇，今天很開心來到這裡。好，分享教練來到節目當中哦。接下來是我們的小戴老師戴維義老師分享。大家好，我是戴維義訓練師。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來介紹我們團隊。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韓國今日嘅來賓唔但唱兩個天氣呢，家大家應該有聽到一啲啲嘅聲音係馬上發出來嘅呢，就係現場嘅另外兩位來賓是我們的奶茶老師以及我們的波提實習生。對，我們這個奶茶，這個現在你看到嘅奶茶，他是老師了，對不對？對啊，是老師。我們跟大家來紹介一下奶茶好不好？跟大家介紹一下。好。那奶茶是我們團隊第一隻新福犬。難怪你知道它很乖，它從頭到尾就這樣定着，然後這樣不動，對，超乖的。然後跟隔壁這隻對波提實習生小屁孩，所以保持距離。對，他比較喜歡安靜、溫柔的互動啦。所以如果當小屁孩很躁動的時候，他們基本上就會跑到旁邊這樣子。對對對。那因為奶茶是我們第一隻，當我們收養它的時候，它大概4、5個月大。哇。對，那我們是在台北的一個送養會發現它的。他當下的個性就是很淡定，他這麼小的時候就已經很淡定了。對，小朋友包圍他。波提他是3個月嘛，對，但是他就是很活潑的狗。他現在在搞破壞。對，所以奶茶差不多吸引人一個時間就是淡定的狗狗，對，就決定要收養它。因為當下小朋友會包圍他，覺得他好可愛，他的耳朵那時候超級大。它現在也是，而且它都是 always 豎起來的耳朵，所以很可愛的耳朵會讓小朋友覺得很想要親近它。對，所以他當下就是非常淡定，說：“哦，小朋友接近我，好吧，那就讓你摸摸這樣子。”哦，這麼乖，非常好的特質，所以我們當下就決定，好，就帶它回家了。所以它就是第一隻。對，到現在，它現在大概3歲半。哇，好厲害哦！它還是算是蠻膽小跟內向型的狗狗。對，那但是呢，因為成為幸福犬狗老師之後，它有一些發揮的舞台之後，漸漸的它就有比較有自信、勇敢一點。哦，所以而家就懂好奇，相信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可能也還沒冇嘛該啲上來新埔犬、幸福犬，也都上來啲嘅走馬街奶茶可以變成老師呢？對，所以幸福犬的團隊，你們主要在做的事情是什麼？我們主要是培訓這些流浪犬，那讓他們有一個重新回歸人類社會的一個機會。所以當他們經過10個月的訓練，成為狗老師之後，他就可以參與我們的課程。那我們的課程專門是開給特殊生，比如說過動症、自閉症、一些身障生，就是會幫助他們在一個學習動機上面，對哈，沒關係。學習動機上面會讓這些特殊生喜歡學習這件事情，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情緒上面也得到一些抒發，這樣。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工作，因為對於泰寧來講，就會知道要做這些事情已經是不太容易了，更何況是讓狗老師他們去做這些事，而且。其實今日就會來同大家的分享，他們真的可以做到。這位實習生小朋友現在很激動。對。但是其實經過訓練之後，也都真正做到也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要來問啦。
浩宇，你其实也是创办人之一。这种是一开始你有没有想要创办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因为其实不太容易，而且你本来做的工作也跟这个完全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我以前是教小朋友的英文老师这样子。那其实教育这一块，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研究怎么样透过教育跟人教导他一些东西。但渐渐的我发现，当然小时候喜欢狗啦。然后中间我也因为狗狗，然后去当了导盲犬训练师。那时候是比较新的一个工作形态，在台湾很少见这样子。所以我当了大概导盲犬训练师，一直到指导员12年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做更多。因为我觉得除了帮助狗狗训练它们，然后再帮助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又可以帮助狗，又可以帮助人这2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实在是太好的一个彼此的连结。对，所以我才觉得说，把这个训练导盲犬的技术呢，再好好的运用在这些流浪犬身上，从人师变狗师。对。而且不单只是做在天数亚的动物，还可以帮助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给的天数给出群，不过大家也可能又会想到讲，生了应用班了天数亚的天数给出群哦，其实是有客制化的课程的，对不对？针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狗狗都会有不同的课程，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举例分享一下，服务哪一些族群，然后是什么样个性的狗狗去服务哪些族群？那因为我们的狗老师目前有4只在担任在不同的对于不同的族群，比如说有过动症、自闭症，这2个就差很多，一个很动，一个很静。那再来还有一些身体的，比如说小脑麻痹的患者这样子。那其实他们的个性呢，有些很活泼，有些就像奶茶这样淡定。内敛型的，那它就比较适合跟过动症的它会传达一个讯息，是说你现在动太多，那奶茶的情绪会很紧张，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反差，他们会觉得说，奶茶老师其实在告诉他们一些冷静下来应该是什么感觉，冷静下来，然后奶茶也愿意跟他们互动，他们会为了让奶茶老师靠近他们，然后呢，渐渐的让他们学习到情绪上面的一些转变。所以有可能在他们在跟一般上课互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呈现比较躁动的状态，但是狗狗老师可以传达正确的互动方式给他们。是，对，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族群，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会以怎么样正确的跟狗狗互动来做第一次的了解。他们人要了解狗狗之后，才能做一个很好的互动，才会有好的开始连接。对，对，很棒，他表示认同。对啊，所以奶茶适合去跟过动的这个族群来做互动。那其实还有除了奶茶之外，还有蛮多老师的，对，狗狗老师的戚风啊，戚风就是我们的大哥，狗老师的那比较长毛的黑色长毛的这一只。对，那因为他个性很沉稳，那他很适合当破冰的这个课程，所以基本上它几乎是可以对应很多族群的。一般陌生人他也 OK。对，陌生人他也会在比较快的时间接近他。那像旁边那只默默啊，拿着玩具的那一只默默，那是就是我们的体育健将，可能以后波迪也是像这样啊，非常的感觉得出来，看他现在屁股很翘。对，他是那种肌肉男的了，所以他大概都是玩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自闭症，如果他们他们需要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刺激的时候，默默就比较适合跟这样的互动。还有我们的花茶，对，我们的第4只花茶，对，就虎斑色的那只花茶，它也是属于很活泼开心的，那就是很适合跟比较不太跟狗狗互动的一个小朋友，比如说自闭症，他一开始可能不知道怎么样跟狗狗互动，那狗狗就会一直去找他。对，他会一直去想要靠近他。对，那他就会传达出这个东西，狗老师一直在你身边陪你，等你愿意回应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呀，真紧喺动物圈中嘅感觉，因为从我本身就很喜欢小动物，我本来就很常跟动物亲近。不过有的你给他的个心体，他可能就是会跟动物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当他感受到
动物释出善意的时候，对。那个忍不住嘴巴都会露出微笑，哎，对啊，没错没错，这个是我们课堂常常发生的事情。真的，就是可能你本来感觉好像他们距离有点远，对，但是玩着玩着他们就靠近了嘛。对啊，其实小戴老师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是吗？小戴老师之前有一个案例是自闭症的，然后他是完全没办法与人沟通，然后看到狗狗他也是没有反应，就是第一堂课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在旁边，就是完全像是那个像朋友一样，就是拉着他，他要去哪就跟着他去，然后他突然跑出门，跑出教室赶快跟过去，他在干嘛？就他去上厕所，对，然后会突然跳到桌子上啊，然后开始乱吃东西啊。所以你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互动？对，就是陪着他，然后想说他对我也没反应，结果没想到过了大概5堂课有，还蛮久，5堂课，他就是看到我后突然抱我，就以前完全是不理我，连看都不看。我就那堂课一开始进来，他就然后就抱我，就吓到，就我也抱抱他，跟狗老师连接在一起，跟狗老师连接在一起。对，因为我们几乎都会带着狗老师一起这样子，所以小戴老师跟狗老师我们会一组这样一个团体。对，古时也就会通过本人的力量，可能先前都太小看我们的狗狗了。其实狗狗有非常多的能量。今日节目当中就会来同大家的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来。最近冬天一下吼，都要融化了。我相信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没听哟，也是刚刚我们看的是奶茶老师，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新普遍。这个是我们的波提实习生呐，还不是老师，小屁孩一个。所以我就很想要来问一下哦，因为你看奶茶已经是当老师了，很稳重的感觉。那波提也是当初被你们挑选进来，所以他现在还是实习生，还要经过训练。对，他至少要经过10个月的训练，还要10个月就对了。所以我就很好奇呀，像狗狗有什么样的特质会被挑选？因为刚刚说奶茶是很文静的，但波提它感觉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有点疯的狗狗，但它也可以被挑选进来。是，所以到底这个筛选的标准在哪里？是我们有分成犬跟幼犬。这2个是很不一样的。像成犬的状况是，我们会看它现在有的个性。对，像比如说戚风好了，戚风当初我们收养它的时候，它已经超过了3岁了。哦，成犬。对，非常成熟的成犬。那当下我们一样，它是在高雄的动物之家，然后我们进去的那个动物之家，你知道都很吵，非常吵闹这样子。那只有戚风非常安静，他就是很安静的观察陌生人的那一种。所以当下我被他的这个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沉着，应该是一个蛮沉着、谨慎个性的狗狗。当下要把它带出来，所以当他要跟他互动之后，看他亲近人的速度，熟人跟不熟的人。对他基本上他都愿意亲近，所以这是第2步亲人，然后第3步呢就是学习动机，对，学习动机，我们当下就拿出好吃的东西啊，看他愿不愿意啊，当下他也蛮愿意接受我们的犒赏哦，对，会吃就是，学习动机好，有动力，我觉得他可以去克服一些他可能曾有的创伤，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有创伤。对，只是我们当下还不知道，看不出来。对。那接下来就是确定了这些特质之后，然后我们就把它确定可以领养回去，然后看看它的在外面的特质。那当时他是害怕男生的，所以都是透过接触，对，然后训练互动，张威迪贡生了亚条狗诶，他可能过去的创伤是什么？对。那他需要帮他疗伤吗？我们了解他就好了。对，这个疗伤的过程就是会透过我们的课程，所以我们课程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回馈人类在接收到狗狗的爱之后，能够再反馈，帮助他们，帮他们适应。比如说戚风怕男生，那我们课程里面就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男生，他会慢慢的累积好的经验，那或许这个创伤就可以得到一个平缓，这样子。
那波提你那幼犬呢？幼犬当然没有办法看到这些成熟，因为它们变化性很大。对，我们只能透过训练，这10个月的训练，我们给他的，我们希望塑造出他是怎么样个性的狗。这样现在我们看得出来他很活泼。对，就是不要让他走歪掉就好了，就是不要说乱，有点像他行为不要偏差就好了。对，但是他会透过我们正规的教育，比如说带他很社会化，接触大量的人，看到我们就是环境上面很多复杂的东西。那再来就是一些特质哦，或许他其实我们发现他很会叼东西，他的咬合力很强。这跟奶茶一开始的很像。奶茶一开始也很会玩玩具，对，他会很默默的这样，对，表示认同。对，我现在在讲你了，奶茶，你还是主角，对你还是主角。所以他们都喜欢叼取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幸福犬很重要的技能之一。哦，为什么他们很重要是要叼取东西呢？为什么这个技能对幸福犬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是老师嘛，老师就要在课堂上出题目。哦，所以为了要出题目，我们就会需要他去叼啊，去拍呀，什么东西的。所以他们会用嘴，然后会用脚，这些。去告诉告诉说他辅导的人，我们现在老师要出这一题哦，你要仔细看这一题是什么，要达成什么目标。如果以奶茶老师可以出题目给我喽。如果今天俺黑给这样，喜要互动给你，喜要来照顾需要来指导的人，奶茶老师是可以出题目来教我的，对不对？对。但是这个波提小屁孩，我们是不是先换个位置？哦，等一下哦，对了，你先换个位置。对，好。我们让稳定的奶茶老师来出题目。本阿 Q 摸好不好？好，可以吗？奶茶老师，奶茶，这题呢？奶茶来，奶茶来，我们来出题目，我们来出题目。他说波提在那，不想过去。对，波提是小屁孩。等小屁孩离开，奶茶来，你好棒哦！好，要来出题目了。那我们一开始会说。会教学员说：“奶茶，请出题。”好，奶茶，请出题。请出题啊！你要说 “give me”，“give me”，对 ，“give me”，“give me”，“give me”。好，那这样是几号题呢？3，最难的。最难的3号。3号圈圈，没有手软的，然后最远的小圈圈。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些圈圈应该是要离不是被指导的人，对学员来说应该要有一点距离的。对。这样来说可能会3步到5步的距离哦，但现在就比较近，因为我们样胖哈塞，鼓手体里哈群的位，然后那我接收到这个题目的指令是3号，然后我就要请奶茶老师再挑，你要丢哪一个娃娃？对，奶茶老师我要哪一个？啊，奶茶请出题。你要说 give me，give me，give me 奶茶，这里，give me。凤梨，还在选一线凤梨哦，好彩头哦。凤梨，对，所以我接收到2个指令，第一个黑3号，天爷我要用凤梨得到3号去，我要丢到3号去，对不对？对，有点困难。好，加油！好紧张啊！我要丢了，奶茶，我要丢了，嘿。我丢中了耶！超强，太厉害了！好，奶茶再捡回来，所以我还要再丢，是不是？觉得训练的不够。他在称赞你，哇，好厉害！哇，所以其实要得狗狗老师，他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学员互动。对，然后进阶的训练他们一些，比如说像这些简单的数字的辨识啊，还有手眼协调啊，设定距离这样子的手的肌肉的运用这样子。哦，对他们特殊生都很重要啦，每个他们的需要练习的动作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把它整合在一起。对，所以依照游戏可以简单，也可以蛮复杂的。那我很想问啊，因为其实我有看到先前给报头新闻的报道，就我有看到其实是也有狗狗老师，然后带着身障的小朋友，然后陪他一起训练。就是对于狗狗来讲，它是去散步，它很开心。是，可是对于学员来讲，我觉得有狗狗陪着我一起
做这个很痛苦的训练，对我来讲，我好像有一种疗愈的感觉。那段影片我其实看了还蛮感动的。对，因为那个小女生一开始是戚风，她认识的是戚风，然后再来就是她现在长大了是跟着奶茶。哦，对，她也是一个很爱笑的女生，尤其是看到我们狗老师的时候，笑的是更开怀。那是其实我们就是在透过狗老师跟她说，你每次要练习让你的身体更好，那让你的走得更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带戚风走得更远，对，散步得更远，它会有一个动力，是一个内在很需要的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给的，我们的陪伴好像没有办法给，但是狗狗的热情可以让他们有这种动力。是，动物就是很神奇。哦，但是我就想要问啊，那他们就是狗狗们应该也跟人一样，我有想爱挑难给时间，就懒惰的时候，狗狗应该也有吧？有，他们有那个情绪，尤其是我们的奶茶公主。有一次它肚子不舒服，然后它就就会不想要动。然后我们就跟学生说，现在老师身体也会不舒服，那我们要让老师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让老师休息，就不要去打扰他。对，没错，做些比较静态的。真的很难想象，要得给我按电影下这么可爱跟这么稳定的狗狗，它们曾经是流浪犬。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对于流浪犬可能都会有懂得唔好嘅印象，就像我去甲我休跟喵诶，它曾经也是流浪猫，然后可能懂你就是你之前养流浪猫，尤其是长辈，就你之前养流浪猫，它之前在街上流浪过，会不会很脏？但其实大家对于这些流浪动物应该要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对，所以熊威呛就是两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都给路轰真的看到了流浪动物，我们想要帮助他们，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其实，在路上啊，如果是碰到他们，其实第一个可以先观察他们一点点的一些身体的讯号。比如说，当这只狗狗注意你的时候，它愿不愿意接近你这件事情，因为狗狗主动很重要。因为通常我们人看到狗狗会很想要帮助它，很想要赶快接近它，但是这个动作。这个速度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其实我们人就是保持在原地，那狗狗一定会注意到你接近它了，那你可以蹲下来或者是侧身一点，不要一直盯着它看，因为一般狗狗它不认识你的状况，你盯着它看，它也是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又看着它，过来啊，你过来啊，又有声音啊，又有手势啊，这样反而是会让他们很犹豫，想要靠近又不敢。那你反而你是蹲下来，不要发出声音，然后它可能就会慢慢接近你。那如果你身上有食物的话，当然他们会更快。对，那食物我们也希望不要喂鸡骨头。因为很怕那个鸡骨头，尤其煮熟过的很脆，那种尖的尖锐，对他们吃进去累积太多，在肠道的时候会穿破他们的肠胃，对他们会很危险。大家可能英雄当中会勾来哦，因为这可能大家的错误的印象，鸡骨头还唔好味啊，就给为哦。唔过好，上了用板真口给同这些浪来互动哦，而且休息下，等下这个正来同大家分享咯。也还看到请等一下个波提以及个 K 呀，给为零食对不对？啃得非常专心，一开始在啃地毯，现在在啃骨头。然后木卓还会这样痴的望着我，好可爱哦！对，很难想象啊。那个也是我们的奶茶老师，非常稳定的狗狗，从头到尾就会按那种点起都给片，然后眼睛偶尔会眯起来，很可爱，很温柔的奶茶老师。你看他眯起来了，对，他认同我，好可爱。所以真的很难想象这些狗狗给 tail by 也是流浪犬。现在有办法这么稳定的，然后来当老师，然后乖乖的接受训练，要乖乖哦。然后，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浪的议题，
流浪犬我们在遇到它的时候，刚刚浩宇教练有讲，我们最好同其保持一天的距离，还不要太快的亲近它啊，不要这样子挥手，然后造成它的惊吓。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先观察它，然后可能可以用食物缓缓的亲近它。之后呢？之后的话，如果民众我们是尽量是不要喂食狗狗，因为你不知道狗狗尽量不要喂食狗狗。对，因为你不知道它吃了，比如说我刚刚鸡骨头这件事情。对，那如果喂食的话呢，希望是能够保持社区的干净，因为很多民众就是喂了之后，就忘记了收拾，造成环境的脏乱。对，反而是会让这些狗狗暴露在一些很多病菌的环境下，而且甚至可能会造成就是社区会吃到有一些类反感。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对狗狗造成有一些排挤的这个状态。对，我觉得泰嘎可能很多我们觉得哦，好，我去买一个罐头，狗狗的罐头呢就不用都给片喂狗狗吃，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帮忙狗狗了，但其实或许可能会造成他们社区的人就说，哎呀，你看都是那一只狗狗啦，你看不用都给片就有你了，刺激啊喂它，然后就有懂饲料那些在地板上造成脏乱，大家就会对它产生一些排挤。其实按勇对于给我来讲，可能是不是这么好的？对，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对，基本上如果发现狗狗的话，不管有饲主或没有饲主，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可以第一时间我们打电话给动保处，对，请他们来去做后续的处理。但因为他们现在的捕捉的过程当中，也算是不会说过于暴力，他们还是也会观察狗狗的状况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让他们这些狗狗先以有可以安顿他们的地方为主，不要再继续流浪，然后乱吃东西。对，这个是24小时的专线哦。对，0229596353，让2295965353。那公有读到需要的浪的话，欢迎打电话来天数家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判断的是，你给路吼，就像俺给没尾没空用，我的猫也是一样，它是耳朵有被剪掉的。对，我们在路上其实会看到懂给尾啊，还讲没尾啊，给它的个义工还不你剪狗尾哦，是剪一脚的哦。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对，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关注动保这一块，尤其是流浪犬、流浪猫，那很多的单位都有做 TNR。TNR 抓扎，对，会让这些狗狗先结扎，抓起来结扎，结扎之后在原地放回，对，那就表示他们已经不会再go乱用，就不会再有很多的小狗狗出来。对，那猫咪的话也比较不会发情，不会造成噪音的困扰。所以如果你的街上、你的给路后、你的社区里面有看到这些被剪耳朵的狗狗或猫猫，我们就尽量让它们自然的生活。当然，如果你可以领养它是最好的啦。没错，它们需要有家。对，如果可以领养它们是最好。你看这么可爱，怎么受得了？安定一下，这么对。那故事节目当中，没有同台搞了福音哦。如果我们遇到陌生的狗狗，想要跟他们互动的话，我们应该怎么互动才是最好？因为其实我发现我的认知好像也不太正确。这是我们人以前很多的沿袭下来的一些动作，比如说看到狗就好可爱，直接手就拍到它的头，就是跑。对，而且其实狗狗的头被拍到的是感觉是有压力压到它的头顶上，所以不应该拍头。对，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从越低的，比如说它的头部以下，先让它对下巴啊哈。然后让他知道你的手已经在他的面前了，对，慢慢的摸，慢慢的胸前啊、旁边啊、脖子啊，其实都是他们觉得舒服的地方。但不要摸头，还有鼻子，不要摸鼻子。对，鼻子他们很敏感的，因为很脆弱的地方。然后再来是尾巴，尾巴也不适合，因为怕有些尤其是小朋友，这边小朋友觉得会害怕他们的牙齿，然后
就会往后面摸，那其实更危险的。哦，因为它一回过头就咬下去了。对啊，对，所以其实今晡日做迄本同大家来认识，也得各位这我们的波提跟我们的奶茶老师认识这些浪浪，经过训练过后，其实也得做得懂多事情，没做得很稳定，也可以陪伴大家，也可以很可爱。对对，那我想问一下小戴老师，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像奶茶，他的个性会比较对男生比较慢熟，然后你是男生，对，我是男生，所以我一开始要跟他搭配上课的时候，其实蛮有难度。哦，就是像我可能要他走到这边，他就偏不走。哦，你越拉他就越不想要，所以你不能用拉的。哦，那这其实就要靠每次上课跟他培养感情，像带他玩游戏啊，给他吃好吃的，然后在他做对事情的时候，就要赶快很开心的一直鼓励他。那其实就跟人相处一样，对，他就会感受到，情绪，我对他来说也是好人，那他就会慢慢的接触我，慢慢的跟我有点默契。有，我现在觉得你们感情非常好，对，现在感情他都贴着你，好一点，他都贴着你，然后眼睛都那样盯着你，哎。所以新选当中最喜欢的就是奶茶偏心了，对，小戴老师偏心了，对不对？因为跟他搭配最多次的，对，感情一定会比较好。真的有看得出来哈，今晡日小戴老师把他跟奶茶老师的这个感情完全展露无遗。那其实，在里面，你们这次最近也有一些活动，包含一些市集，还有一些周边的产品，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成立以来呢，受到很多的合作厂商的帮助，那也彼此之间呢，就是理念很相近，比如说我们的饲料厂商奥克骑士，他已经就是赞助我们将近2年的饲料，对，你看它每一只都长得非常好，毛色非常漂亮，对，因为他们选用的。我们也是很在乎狗狗的健康，对他们吃了什么，尤其是主食，然后奥克骑士他们的推出的产品又非常的很健康，蛋白质量其实是对于幼犬来说是需要很充足的，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奇毛子的保健益生菌的保健品，对他们肠胃，比如说奶茶，它的肠胃基本上小时候没有很好，说肚子痛，对，会有肚子痛的状况啦，拉肚子啊。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样子。那市集呢？市集的话，我们最近的市集，其实我们参加，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市集，那希望透过市集跟民众来做进一步的接触。所以在市集，民众是可以看到狗狗的，跟狗狗互动的。没错，我们现场也会给你一些正确的指导，比如说怎么样接近它们，然后认识每一只狗狗的个性。对，那就是关注我们的脸书，我们就会有很多市集的活动。我们脸书要搜寻什么关键字？其实很简单，就新福犬。我们的电线都出来了，孩子。等一下，对，那其实打新福犬3个字，应该第一个跳出来就是我们的就是脸书。对，我们的脸。大家做得吼，对家的有兴趣的发展人做得免输请一下新福犬、新福犬，就做得请到家的个子星。然后呢，如果他们有任何的活动，也会公布在脸书上面嘛，对不对？欢迎大家多来关心一下哈。不过3好了，我就很好奇啊，浩宇自己也是创办人之一，对于整个团队的规划，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建构什么样的蓝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希望就是很一步一步的往我们最大的梦想实现，就是希望有个学校。狗狗的学校那人也可以来这边上课。那这个学校里面可能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狗老师，真的非常多。然后很多的人可以来这个地方参与我们的课程，对，不同的教室。然后打造出不同的教室，有静态的啊，有动态的啊，有自然的啦，最好后面有一片森林之类的。有那个浩宇老师讲到眼睛都发光了。对啊，有森林，有水就是很符合他们的生活，对，也很符合动物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对人也很好，自然。没错，直接跟着动物在这那么自然的状况下互动，我觉得才是对彼此是最好的一个效益。对，哎呦，好贴
甜哦，谢谢你们两个在放闪，不错。我今天真的非常真的很感动哎，有输到被，你们真的很可爱，很可爱。我就觉得其实原来狗狗有这么多感情可以给人类，有这么多内涵可以给人类，然后还可以带给人，还可以教我们，还可以当老师，这完全颠覆了大家对于浪浪的传统印象。故事题目也非常什么，浩宇老师，谢谢小戴老师，谢谢波提，谢谢奶茶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没什么，电视机调前观众朋友嘅时光休息，下空下来做运动了。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行過聽一下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